究竟聖經預言裏面有冇提過中國呢？我以前都講過啦，聖經預言係有講過中國嘅咁。不過西方咧就好少講嗰段預言嘅，嗰段喺以賽亞書49章。咁西方反而中意講咧，就係喺啟示錄嘅段預言咧，就認為係中國，就係喺呢個末世嘅大戰，喺哈米吉多頓嘅大戰。咁就話咧係呢個幼發拉底河河嘴就乾咗啦。從日出之地嚟嘅眾王咧，預備道路，所以日出之地咧，有好多人解就係東方咁解啦。眾王即係話東方眾王、東方諸王啦。咁裏面咧，因為喺另一段咧講到2萬人啊，即係2億人，咁佢哋解出係只有中國先有咁多人口啦。至於幼發拉底河乾咧，都係一個事實。之前咧成日都有話好多星嘅預言等等。但係咧，我覺得都幼發拉底河未乾就唔使驚係世界末日咧咁。但係而家真係幼發拉底河乾喎。2022年11月咧，伊拉總統咧係喺呢個埃及舉行嘅氣候峰會裏面講過咧，而家佢係被荒漠化，即係沙漠化咧，係威脅住40% 嘅地區。根據瑞典嘅一個教授咧，係指出咧，伊拉克嘅降雨量咧就減咗30%。35年前曾經被認為係新月沃土嘅地方開始消亡。當然有都上映到咧，呢個幼發拉底河變咗條好細嘅，差唔多溪水咁樣啦，唔係舊時嗰條大河。真係乾咗好多噃咁。但係講到所謂日出之地嘅眾王咁就有啲話即係東方諸王即係東方嚟嘅。咁東方都係指中國啦，日出之地係指中國咧咁樣。我哋要知道咧，聖經從來冇講過東方諸王或者東方眾王嘅就東方王有東方諸王係冇嘅。而咧即係東方好多個國家嘅聯盟，即係嚟打呢場仗咁。即係唔止中國啦，咁可能係即係東亞洲各國啦，咁有啲人話日本都有可能，日本先係日出之地咧咁。但係我哋要知道咧，日出之地咧嗰個意思唔係指東方嘅。聖經係咁講唔係顧名思義，日出之地即係東方，即係中國啦。嗰啲係冷戰思維嘅西方學者好中意咁講，特別即係講啲預言嗰陣時咧，係我哋大概年青嘅時期曲終人散呢類書咧都好多嗰啲咁樣嘅，所以預言家咧係美國人，咁佢中意話中國都係曳人嚟嘅，所以未來嘅即係邪惡國家就係中國會打過嚟啦咁。我哋中國人當然又唔承認中國係邪惡國家啦，係即係美國係咁睇啫咁樣。但係我哋最主要就係話，究竟聖經用東方嗰個詞，因為日出嗰個字咧，佢係用日出之地，冇用東方呢個字嘅。而日出之地係咩咧？根據以賽亞書41章25節咧，就係指北方噶嘛。但我從北方興起一人，佢係求告我名嘅，從日出之地而來。即係日出之地指北方以賽亞書41章好清楚嘅。而以賽亞書其實講嘅就係波斯嘅古列王古列王仔咧求告上帝㗎，即係信有最高上帝嘅一個君王，就放以色列人，係讓佢哋咧能夠回歸嘅。所以日出之地就係指伊朗即係波斯啦，古代波斯。好明顯聖經喺度好明顯個方位喺北方，即係以色列嘅東北面啦咁由於佢都係東北啦，咁所以嗰時啟示就話東方，但係其實就係東北方。呢個根據以賽亞書好清楚，聖經從來冇話係日出之地係指東方嘅。好啦，然之後咧，佢喺幼發拉底河乾咗嗰時發生啊嘛。幼發拉底河咪就伊拉克咯，即係伊朗同伊拉克嘅勢力結合，因為佢哋都係什葉派呢個就形成咧所謂東方嚟嘅大隊軍隊啦。而喺預言裏面，另外啟示錄第9章咧，頭先講嘅第6章就係第9章咧就提到咧係有2萬嘅馬軍啦，喺呢個最後嘅戰爭嗰度，口中噴火，煙雨硫磺，殺人1/3。佢所描述嘅2萬馬軍咧就唔係東方嚟，亦唔係北方嚟，而係呢場仗係引嚟咗2萬嘅軍隊喺度廝殺。
咁佢哋又有盔甲啊，又有噴火煙同流啊，似乎係嗰啲現代化嘅武器啊，甚至好似蝗蟲啊，有條長嘅尾啊，呢等等，又好似噴射機咁。如果呢啲描述就係即係先知啊，譬如約翰睇見嘅景象，因為見到未來有噴射機，佢唔識點形容嘅，坦克車佢唔識形容，打即係馬軍啊，盔甲嘅馬軍又會噴火嘅。咁啊，而另外就係好似蝗蟲飛嚟有條長尾啊，呢啲咁，似乎係佢喺見到未來世界有呢啲咁樣嘅先進武器，可能係咁啦嚇，即係咁。咁啊描述比較似係指先進武器，不過古代無法描寫出嚟。咁就而當時呢啲嘅幼發拉底河過嚟嘅呢啲軍隊，咁咧佢話係有4個戰爭使者嘛。咁4個戰爭使者即係話，似乎有4個嘅勢力喺度打呢場仗啊！如果我哋根據咧以西結先知嘅預言啦，以西結先知咧喺38章裏面，佢預言到未來嗰場嘅世界級嘅大戰咧，係有好多國參與嘅，但係裏面咧係冇中國噶嘛嚇。咁啊，當然佢有俄國嘅聯軍啦，例如用到羅斯同米設呢2個族咧，羅斯就係俄羅斯人，米設就係莫斯科嚟嘅人。咁咧，另外有咧，即係阿拉伯人咧，例如古實或者忽呢啲就係而家係阿拉伯人啦。咁咧，另外咧又有咧嚇係即係波斯嗰個咧，就係屬於係波斯嚇嗰邊嚟嘅咯喎嚇，波斯埃及嗰邊。咁呢個就係屬於咧係即係而家嘅伊朗嗰邊嘅勢力啊，即係什葉派勢力啊嘛。咁仲有一個就係咧係陀加馬啊、哥滅啊、土巴呢啲咧。咁土巴就係指西班牙同意大利啊，陀加馬同哥滅咧就係指西歐，即係由法國英國以至到東歐，即係德國即係中歐到東歐，即係呢日耳曼之地到呢個嘅波蘭呢一帶啊。咁呢啲地方嚟，似乎係指北約嘅勢力。咁所以呢度咧就總共咧，所以4個戰爭使者似乎就係指係歐美嘅北約勢力啦、俄羅斯勢力啦、中東裏面咩阿拉伯同埋什葉派嘅勢力啦。咁呢啲咧係一個大嘅角力場所。咁似乎都係符合但以理先知講到咧末後嘅定期。佢提到就係波斯同希臘嘅魔軍嚟到嘅戰爭嚟到鬥爭。咁咧波斯就係中東希臘就係西方啦。咁似乎喺預言裏面咧，佢出到個國家名民族名係並冇中國嘅。咁至於呢個即係2萬大軍啊，咁佢冷戰時期嘅西方預言家就想指即係話日出之地係中國因為中國先有成2億人啦咁。但係如果日出之地係指伊朗，如果伊朗加中東嘅聯軍，究竟有幾多人咧？咁我數過條數嘅。咁中東嘅人口總共有7億幾人，咁而歐洲人口咧又係7億幾嘛，加埋美國就3億幾，咁所以北約大概有10億人，中東有7億人，俄羅斯嗰個參與場仗係1億4千萬人，咁所以咁多億嘅人參與，總共19億嘅人口國家參與，裏面有2億人嘅軍隊咧打來打去咧，似乎都好合理。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要推測，如果而家嘅局勢的確係末世局勢咧，佢國家如果參加呢場末後之戰咧，大概2萬大軍咧，好明顯都唔係指東方嚟嘅中國啊，而係今日嘅北約同埋阿拉伯同埋伊朗呢啲嘅勢力，就係俄羅斯呢啲勢力咧，加埋咧就已經足夠2萬大軍咁多咁。咁裏面亦其實係冇提到中國呢個名嘅。咁我係好明顯咧，即係單從聖經嘅預言末世之戰咧，係並冇中國參與。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再睇啦。咁聖經預言中國又喺邊度有啊？咁中國個名係正式出現過嘅，叫細黏。細黏呢個詞，今日原來以色列人仍然用呢個詞係叫中國嘅。咁中國嘅呢個名咧嘅出現咧，就喺聖經有得做秦國。咁就係喺呢個以賽亞49章11至12節裏面咧，就嗰場唔係戰爭，係一場和平噶嘛。
我必使我眾山成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啊，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從細黏來，細黏有原文作希利啊，細黏咧中文譯做秦國咁啊，好多國都會嚟啦，即係除北方西方咧，仲有就係細黏。細黏係乜嘢咧？咁啊，細黏呢個字，即係如果係根據而家嘅以色列人呢個字就係指中國嘅。我問翻以色列嗰啲學生，佢就話呢個字今日就係指中國的咁解。咁啊，即係應該從東方嚟啦。咁但係有啲人唔係喎，有個字比較似啲嘅叫 Siri， 即係悉尼嗰個字個原文作悉尼啊嘛。佢嗰個音啊，咁喺埃及南部一個城喎咁。但係埃及南部即係個城嘅 Aswan， 佢唔係一個國。而且咧，聖經話咧，佢係要越過眾山而嚟噶嘛。咁即係埃及就唔使越過眾山去以色列，好明顯佢唔係南部嚟嘅，佢係東部嚟噶啦。咁至於 Siri 呢個字咧，其實咧係喺中國嚟講咧，就係舊時希臘人同埋羅馬人叫中國做絲綢國咧，就係用 Siri 呢個字。咁啊，所以係希臘人第4世紀開始咧，即係公元前第4世紀開始就已經叫中國做絲綢國，叫 Siri。咁所以佢悉尼個音咧，又係指 Siri，就係即係絲綢國。細黏嗰個好明顯就係中國。細黏個音點嚟㗎？就係話因為中國叫秦啊。咁古時咧係以撒嘅時期係春秋時期，啲人絲綢之路一路去到中國咧，就係喺甘肅同埋陝西一帶買賣絲綢，咁嗰度就係秦國嘅領域啦。所以佢入到去話呢度叫咩國咧？咁當地人唔會話我哋叫中國噶嘛，係嘛？咁講到當地人就我哋叫秦國咁啊，佢就唔係周天子周朝啦，佢就係個地名個區嘅名，咁都係個國嚟噶嘛嗰陣時。咁所以咧喺聖經咧又好準確譯咗個秦字喎，因為咧原來係佢同拉丁文秦嗰個字啊。China 呢個字咧，即係佢中國又叫秦咁咧係相似嘅，所以就中文就譯咗個秦字咁樣。咁而其實係啱嘅喎，因為秦呢個音咧，去到外國就係 Cina 即係 Sina 或者Sina Sina 呢啲咁音。咁到而家其實呢啲字咧就轉變 Cina 就轉做 China 就喺印度咧公元前300年印度開始用 China 呢個字最早喺外國用嘅。咁至於咧係Sino、Sina 呢啲 Sina 呢啲咁音咧 Sino 呢啲都係從 Cina、Cino 呢啲音咧轉出嚟嘅。咁佢個聖經就係 Sinim 呢個字。咁好明顯咧，中國呢個字係喺聖經裏面出現過噶啦。好啦，咁我哋再睇咧，即係從聖經語言嚟睇咧，就係話所謂能夠成為眾山嘅大道佢哋嘅大道被修高。咁呢個語言講喺未來嘅日子，啲路會修得高過啲山。咁古時冇諗到呢個字點解嘅，以為係象徵，但係而家原來得中國修嘅高速公路咧，嗰啲橋係高過啲山嘅，所以就係眾山。使到眾山成為大道啦，啲大嘅天橋穿過啲山中國好叻做呢啲嘢咁所以喺未來嘅日子咧，中國其實喺呢個哈米吉多頓係冇參與㗎，喺聖經裏面睇見，反而佢係唯一即係冇打仗，或者成個亞洲都係咁，只係一個嘅好豐富嘅成功發展嘅國家，喺戰後可能嚟幫助呢個地方發展。而且咧，根據聖經以賽亞書49章係一個彌賽亞僕人嘅歌咧，即係預表基督咧成為上帝嘅僕人，咁咧係使佢成為外邦人嘅光，叫你施行我嘅救恩直到地極。咁呢個好可能就係指咧，經過末日之前之後，其實咧之後就到耶穌翻嚟嘅日子，即係世界有大亂之後。咁如果翻嚟咧，就係即係耶穌基督咧係已經係施行救恩嘅時期。咁嗰陣時嘅中國咧。就喺遠方嚟到聚集嚟到咧去幫助以色列啦。咁當然仲有一段咧，以賽亞書46章10至11節咧，講到末後嘅事，有末後未成而必會完成嘅事咧，就必會成就咧，就我會招鷙鳥，即係大鷹即係東方嘅大鷹，從東方嚟，
佢話我只要治了從東方嚟嚇，咁啊成就我嘅籌算，喺遠方嚟啊會成就啲事咁，就係指一個大英，即係一個大國喺東方嚟咧，會喺未來嚟祝福以色列啦，即係咁嘅意思。咁呢一段如果46章以賽亞書46同以賽亞書49章都係講到如果呢個治了真係指東方治了就係指中國嘅話咧，咁兩次有關中國咧都係喺末世之後，即係話喺耶穌翻嚟嘅時期係對以色列咧係有所祝福嘅。咁即係我哋作為中國人，我哋解聖經當然唔會由西方嗰種冷戰思維，一定要將俄國視為敵人啦，中國視為敵人嗰啲講法或者係將波斯視為敵人，我哋唔會啦。我希望公正啲睇咧。咁末世預言裏面咧，中國並唔係一啲人認為嘅末世預言中咧係屬於邪惡國家，大批兵嚟打以色列，反而係喺戰後咧會嚟對以色列同埋諸國咧係有一個嘅恢復為幫助嘅工作嘅。